各位同學，歡迎你哋今日嚟到香港都會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嚟到我哋嘅課程資訊日啦。咁介紹下我自己先，我係 Dr. Samuel Lau， 咁我喺呢一度工程學高級文憑土木工程嘅課程主任嚟嘅。大家有啲咩問題呢？後面都有我哋嘅聯絡方式啦，都可以去聯絡我或者我哋嘅課程助理Heidi 嘅。咁呢一度有我哋嘅 IG 嘅 QR code 啦，同埋我哋嘅課程網頁嘅 QR code 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可以 follow 下啦，同埋定期上去望一望嘅。我哋嘅網頁望落去就係咁嘅樣噶啦。如果感興趣嘅就 follow。咁今日我哋係講土木工程啦，咁想問下大家啦，咁乜嘢係土木工程呢？有冇人想試下答下嘅？舊生除外，佢哋全部都係我哋嘅。即係啱啱畢業嘅一屆嘅，咁你哋見到佢哋着住綠色嘅衫啦，咁就唔係我哋都會大學嘅衫嚟嘅，咁就係理工大學嘅衫嚟嘅，佢哋都係升讀咗理工大學嘅3年級土木工程課程嘅，係啦，所以唔使驚訝嘅，係有咁嘅路途可以去行嘅。翻嚟土木工程先，大家覺得咩係土木工程啊？你見呢張 slide 咁闊咧，我包你求其講都應該中嘅。唔中我都兜到中為止，試下。商科係啦，係關事嘅。可能有讀經濟啦，可能有讀會計啦。咁我哋其中一個範疇係項目統籌嚟嘅，咁就係計錢嘅。咁我哋轉頭就會講到啦。嗱，咁我逐個講啦。第一個大範疇土木工程呢，就會係結構工程嘅。基本上做緊啲咩呢？就係去幫手去設計每一座大廈。點解佢打風落雨唔會冧，唔會出現裂痕呢？就係結構工程師去幫手計完數、做完設計之後呢，就處理得到㗎啦。亦都係香港最常見嘅一個工程項目啦。咁仲有岩土工程嘅，我自己讀博士嘅時候呢，都係做岩土工程嘅研究嘅。咁你見到岩同埋土啦，讀 Geog 如果有嘅同學，你係讀緊地質學啦。咁就係關岩石事啦，咁岩石風化咗之後就變泥土㗎啦嘛，咁岩土工程呢，就係去處理緊岩石同泥土相關嘅問題嘅。咁香港就會有斜坡安全啦、填海啦、地基問題啦等等啦。咁你會見到呢，關岩石泥土事嘅工程呢，就係我哋岩土工程嘅。咁所以讀緊地理嘅同學對工程有感興趣呢，土木工程就非常啱你啦。咁跟住我哋仲有材料工程啦。我想問大家喺你嘅學校或者你屋企，你最常見嘅建築材料係啲乜嘢啊？係啦，混凝土冇錯啦，俾啲掌聲呢個同學真係不得了，係真嘅。混凝土咧係一個好平啦，亦都係好常見嘅建築材料嚟嘅。但係佢發明咗好多年啦，不過都係不斷咁樣去演化緊嘅。佢會由最初可能好快乾，又或者會有出現裂痕嘅問題啦。當材料工程師去不斷研發加啲添加劑落去嘅時候呢，會令到佢更耐用啦，亦都避免出現石屎剝落，又或者出現裂痕嘅問題嘅。咁仲有咩呢？啱啱講嘅項目統籌啦。咁項目統籌每一個工程項目呢都好長時間㗎嘛。你見到個地盤起幾年啦。你見到啲新聞講啲工程咩幾億、幾十億、幾百億，甚至幾千億啦。而家講緊呢個北部都會區啊嗰啲，咁項目統籌呢，就幫手去 mon 住條數同埋 mon 住個進度，千祈唔好延誤，千祈唔好超支啦。所以呢，本身讀緊會計或者經濟嘅同學呢，其實好吃香嘅呢一範疇都係 demand 同埋 supply， 都係點樣去做好條數，做靚嗰個進度嘅。咁跟住仲有水利工程啦。咁香港你可以喺屋企開水龍頭就有乾淨嘅食水用呢，要多謝水利工程師嘅。無論係起唔同嘅大壩，無論係開水管由東江引東江水嚟香港嘅水塘、萬宜水庫啦，再去到濾水廠處理，最後泵到去你屋企，其實中間有好多水務設施經過嘅。如果冇水利工程師嘅話呢，我哋係冇辦法每一日有源源不絕嘅乾淨食水去用嘅。咁跟住仲有智慧都市啦，而家咩都講智慧啊、AI 啊、要 smart 啊等等啦。咁智慧都市就係 smart city 啦。點樣去令到個 city smart 呢？譬如大家過馬路嘅時候，你想個紅綠燈轉快啲嘅，你都會撳一撳嗰粒掣㗎嘛，係咪？
有時候一撳咧佢就會轉綠燈啦。咁智慧都市咧再行前多一步，你唔使撳啦，成個系統閉路電視、智慧 AI 鏡頭，見到嗰度人流多、車流多嘅，佢就會自動調節嘅系統去疏導人流、疏導車流。呢個係其中一種智慧都市嘅體現啦。咁講起斑馬線交通呢啲呢，咁交通工程所以都係我哋土木工程其中一個範疇嚟嘅。最近香港就開咗中九龍幹道啦，起咗一條路呢，由香港嘅西邊連到去東邊，去到油塘啊嗰啲地方嘅。咁交通工程師呢，就會去計唔同嘅數啦，去做唔同嘅計劃同規劃呢，去讓到個目的就係減低香港塞車嘅機會，讓到個車流暢順。讓到交通咧，你又唔使塞車，又唔使好多烏煙瘴氣咁喺條馬路度啦。呢啲都係交通工程師去做嘅。最後一個大範疇就係環境工程啦。咁啱啱講到我哋有乾淨食水噶嘛，係咪先？咁用完啲水就變污水㗎啦。咁污水去邊呢？每一日你又抌好多垃圾，有時又會去回收嘅。咁啲垃圾同回收咗嘅嘢又去邊呢？點處理呢？咁其實就係環境工程師幫我哋去起唔同嘅污水處理廠。我哋即將會有嘅焚化爐，或者廢物處理設施等等等等，回收處理設施呢一啲嘅環境工程項目咧，都令到我哋香港嘅環境變得更好啦，同埋去減少廢物嘅。其中一個最明顯嘅改進咧，就係我哋嘅海港啊，我哋嘅維港渡海泳其實停咗好多年嘅，都係最近10零年先開始翻。咁點解呢？就係因為呢個淨化海港計劃，因為環境工程師嘅努力啦，我哋嘅海港嘅水質終於變成係人去游水係安全嘅，係啦，都多得環境工程師咧，先可以令到無論維港啦，定係青山公路由荃灣去到屯門沿途好多個嘅海灘都得以重開，都係因為淨化海港嘅環境工程處理咗我哋嘅污染問題，先可以有翻一個乾淨嘅維港嘅。咁你會見到啦，講翻個問題啦，咩係土木工程呢？基本上起呢個城市出嚟，解決呢個城市嘅需要，處理每一個人要用嘅嘢呢，就係土木工程師每一日嘅工作嚟嘅。我哋都係解決緊呢個城市嘅需求、城市嘅問題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對於呢一方面感興趣啦，或者啱啱我講過一啲例子，你已經係讀緊嗰啲科嘅，你又感興趣呢，已經可以放膽咁樣嚟嘗試去讀土木工程㗎啦。咁介紹翻我哋嘅課程啦，我哋嘅課程喺資歷架構嘅第4級別嘅。咁中學文憑試你哋準備緊 DSE 大部分人，咁就係 Level 3啦，直接讀到學士嘅就係 Level 5嚟嘅。係啦，咁我哋嘅課程都涵蓋建築工程嘅技術啦，同埋管理嘅知識嘅。希望同學無論繼續升學定係出嚟做嘢咧，都有足夠嘅知識去面對你嘅每一日嘅挑戰啦。亦都涵蓋咗建築信息模擬 BIM 呢一樣嘢嘅。我哋會教你最新嘅一啲繪圖技術啦，同埋繪圖科技，去滿足翻市場嘅一個需求嘅。好，咁入嚟讀啦，有啲咩要求呢？喺 DSE 考5科 Level 2以上嘅，要包括中英文啦。又或者你讀過毅進文憑，又或者呢個應用教育文憑咧都 OK 嘅，同埋其他嘅資歷架構第3級別嘅課程，譬如呢個基礎文憑啦，等等等等，又或者其他認可嘅學歷啦，咁就 case by case 去處理。又或者在座可能呢度冇嘅，但係你朋友係年滿21歲啦，又有相關嘅工作經驗啦，最好冇都唔緊要嘅，都合資格去報讀我哋嘅高級文憑嘅。係啦，咁你會見到啦，我哋門常開嘅。基本上你對土木工程有興趣咧，一定其中一個係滿足到個要求㗎啦。好，咁入到嚟會讀啲咩呢？啱啱嗰個圈圈好多個圈圈介紹咗土木工程係啲乜嘢啦。咁我哋會讀嘅嘢咧都關嗰啲內容事嘅，包括結構啦、物理學啦、材料啦、施工管理啦、綠建知識啦、合約嘅管理啦、地質同埋岩土工程啦。建築信息模擬啦、混凝土同鋼結構嘅設計等等等等，呢啲專業嘅課程我哋就會教啦，就係呢個課程嘅特定科目啦。咁除此之外，中英文唔少得㗎啦。無論你 DSE， 無論你係其他 diploma， 無論你係高級文憑，無論你係學士課程咧，都要讀中英文㗎啦。甚至我讀博士嘅時候咧，都要讀英文嘅。咁所以大家都逃不了㗎啦，中英文呢一樣嘢。咁除此之外啦，仲有通識科目嘅。咁就有呢個人工智能與
編程基礎啦，人工智能而家你哋要擁抱㗎啦，你哋一定係同佢一齊去工作啦，你要用呢一個好好嘅工具嘅。另外啱啱講過智慧都市啦，咁其實講到尾啦，即係話一堆嘅軟件去用唔同嘅傳感器、唔同嘅資訊去處理完之後，自己俾咗個結論，唔使工程師嘅介入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會教同學仔點樣去做 programming 嘅。如果有讀 ICT 嘅同學，可能已經識啦。咁但係冇讀過嘅，唔係每一個人都有讀過噶嘛。咁我哋都會俾翻呢一啲嘅培訓大家嘅。咁我哋就會教大家 Python 啦，都係一個無論人工智能定係初學 programming 都好熱門嘅一個語言嚟嘅。咁另外仲會有一啲嘅通識科目嘅。不過提一提就係嚟緊9月咧，我哋就會減少通識科目啦。將通識科目變翻做2科數學嘅，咁就會教大家微積分啦，同埋一啲統計學相關嘅數學知識嘅。因為工程我哋都係要用唔同嘅工具去處理問題啦，咁數學就係我哋其中一個工具嚟嘅。知道唔係每一個人有讀過 M1-2，咁所以我哋都會提供翻相關嘅課程俾大家啦。好，咁我哋嘅課程咧入到嚟讀書就要交學費啦，咁但係我哋嘅課程咧就係受 SSSDP資助嘅一個指定課程嚟嘅，係啦。咁你會見到咧，我哋嘅資助額咧就係40,730蚊啦。咁所以咧，每一年要交嘅學費咧就大約31,220蚊嘅。咁就分2期去交，上學期1期，下學期1期嘅。咁基本上咧都係平過市面上其他嘅工程相關嘅高級文憑啦、副學士啦等等嘅課程。咁入到嚟讀高級文憑，讀完之後咧，好多時候都係想升翻去大學讀嘅，又或者你本身因為你係讀西史啦，你係讀地理啦，呢啲傳統上讀唔到工程嘅學科，你想轉行嘅，你所以先入嚟讀噶嘛。咁個目標都係升學嘅，好多都係。咁我哋嘅畢業生咧就合資格報呢8間香港或者海外嘅大學啦，入邊有18個係經香港工程師學會評定過合格嘅課程嘅。咁呢一個有咩咁重要呢？香港嘅工程師就係受香港工程師學會去監管啦。咁如果佢評定過嘅課程呢，你基本上大學畢業之後做4年嘢呢，就可以去考牌，你就有資格去考呢個工程師牌㗎啦。係啦，咁我哋畢業生有啲咩出路呢？呢一度呢，就係我哋過去嗰2年嘅畢業生啦。咁大部分都係上年嘅。咁你仔細啲睇呢，可能都會見到在座呢度嘅6位啦。咁佢哋大部分呢都升讀咗香港嘅啱啱嗰18個課程之一嘅課程嘅，係啦，咁所以咧佢喺呢度讀2年，跟住3年級啊嘛，4年級就畢業啊嘛，再讀多2年，2+2咧就大學畢業啦。基本上同你直接讀大學咧係冇分別嘅。咁亦都係有同學咧本身個 DSE 嘅分數係夠入大學嘅，但係佢想讀理工大學，佢想讀土木工程，咁佢就入嚟去努力啦，然之後去升學，去行呢一條路嘅。咁所以而家讀書咧，資源係好多，機會都好多，路都有好多條嘅。最緊要咧就係你有興趣，然之後朝住嗰個目標去出發嘅。除咗去讀書啦，咁如果出嚟做嘢嘅，有啲咩做咧？係基本上可以做土木工程相關嘅行業㗎啦。咁啱啱嗰度個畢業生咧都有其中一位咧係受僱於泰星集團做助理工程師嘅。咁佢夜晚都喺 DI 讀緊3年級嘅土木工程兼讀細課程。咁佢就辛苦啲啦，日頭返工，夜晚讀書咁樣啦。咁除咗讀書之外咧，我哋都有唔同嘅課外活動嘅，譬如最着緊嘅就係升學講座啦，同埋參觀唔同嘅大學啦。我哋有參觀到 DI 嘅校園啦，亦都有參觀到我哋都會大學喺何文田嘅呢個土木工程實驗室嘅。另外我哋都有學術交流啦，我哋嚟緊5月都會再去珠海呢一度咧有一個學術交流團嘅。比較想介紹嘅咧就係角落頭嗰張相啦。咁你見到係一個工廠嚟嘅，咁就係一個起組裝合成建築法組件嘅一個工廠嚟嘅。香港而家成日都用組裝合成建築法啦，或者一啲預製組件，但係香港冇呢啲工廠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帶到學生去睇啦，俾佢知道究竟舊組件係點樣起出嚟嘅，讓佢有概念。如果唔係咧，佢喺香港做工程師，成世人都未見過個組件，跟住落地盤咧就話要佢去設計，要佢去起啦。咁佢就會好彷徨噶嘛。咁我哋都會俾翻同學仔呢個經驗咧，去了解下究竟係點樣做出嚟嘅啲嘢。咁除此之外啦，都會去唔同嘅地盤啦，或者建造業議會嘅一啲活動啦，仲有香港嘅一啲公務工程嘅設施啦，譬如污水處理廠去做參觀嘅。咁仲有就業講座啦，無論係金門，無論係
ACOM 都係香港好大嘅工程相關嘅公司啦，都會邀請佢哋嚟同我哋同學仔講 talk 嘅。